誠懇嘅溝通係非常重要，好多投訴都係因為溝通不足所引致。至於解決爭議，雙方都需要付出時間同精神嘅。如果你已經同嗰間持牌嘅私營醫療機構進行過詳細溝通，反映不滿同作出投訴，而佢哋嘅回覆仍然未能夠回應你關注嘅投訴事項，咁你可以考慮向投訴委員會投訴，同去佢哋嘅網站下載表格。提提你，只有病人本身、佢嘅最近親或者代表先可以作出投訴。代表可以係得到病人書面授權嘅人士，或者身故者嘅遺產代理人。至於未滿16歲嘅兒童，或者已經年滿16歲，但係無能力處理佢哋嘅事務，或者自行給予同意嘅人士，可以由佢哋嘅家長、家人，或者喺特定情況下由同住嘅人士擔任佢哋嘅代表作出投訴。作出投訴時，你需要遞交2份表格，投訴表格同法定聲明表格。喺遞交表格之前，請確定表格已經填妥同簽署。咁我填表格嘅時候有咩要注意呢？為咗協助投訴委員會更全面了解你嘅個案，你要喺表格中列出你嘅投訴事項，描述你嘅關注，同埋盡可能詳細陳述事實。譬如你可能會話：我唔能夠接受佢哋嘅管理好差。但係呢啲咁一般性嘅描述未必能夠令委員會明白你嘅投訴事項。你不妨詳細同具體咁描述多啲事件嘅經過，尤其係事件發生嘅時間、地點、過程同人物，以及事件對你嘅影響等。咁樣就可以協助委員會作出調查嘅。我呢度有個例子。我喺某年8月1日去咗 ABC 日間醫療中心接受由員工甲做嘅醫療程序員。喺就診期間，我嘅經歷係咁嘅。我要投訴嘅事項係以下幾項，詳情就係咁。我喺某年8月8日向 ABC 日間醫療中心作出投訴，而喺收到醫療機構對我投訴嘅回覆之後，我仍然想向委員會投訴。因為除咗遞交嗰2份表格，即係投訴表格同法定聲明表格，投訴委員會亦希望你提供任何對個案調查有幫助嘅資料或者證據，例如相關嘅文件或者記錄。當你能夠提供越多事件嘅具體細節，投訴委員會就越能夠針對你嘅投訴事項作出深入調查。跟住我仲要做啲咩㗎？根據私營醫療機構條例嘅規定，你必須聲明你提供嘅所有資料係真確嘅。至於可工作聲明嘅地點，你可以瀏覽投訴委員會嘅網站。咁我可以點樣遞交表格同相關文件啊？你可以親身或者郵寄遞交法定聲明嘅正本同已經簽妥嘅投訴表格。如果你喺填寫表格時遇到困難或者其他問題，可以向投訴委員會秘書處尋求協助。如果需要少數族裔語言嘅支援，亦請聯絡秘書處。遞交咗表格同相關文件之後，通常要幾耐先收到通知㗎？秘書處會喺10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確認收到你嘅投訴。確認收到投訴後，需要幾耐處理個投訴呢？處理投訴個案所需要嘅時間，取決於所收到嘅資料或者文件係咪足夠同齊全，同埋個案嘅複雜程度。如果喺調查期間你需要撤銷投訴，請以書面形式通知秘書處。好，等我了解下先。投訴事項寫清楚，具體齊全，快好多。